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初10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日咱台湾木姓区的选手林旭廷，即届拼入去巴黎奥运的冠军战，不过因为性别的议题是一再受到攻击，甚至罗西亚驻联合国的官员讲，林旭廷还有阿尔及利亚的选手哈利夫，因拢是查甫的，安尼讲实在是真破格。因为咱国外交部是批评罗西亚的官员，竟然想要用政治来影响奥运的比赛。另外，行政院长杜永泰讲，咱全台湾拢是林旭廷的靠山。因为体育署即马嘛要搞国际木姓区总会。全国都当领域，然后这个全国拢是校盾，杜永泰大力在题目受到性别议题干扰，同款强势晋级巴黎奥运女子木姓区金牌战的林旭廷，但就算国际奥会真侪摆强调林旭廷和阿尔及利亚选手哈利夫是女性资格无问题，国际群众同款一直讲两个人，罗西亚官员嘛加入战局，争议烧到联合国安理会。Женщины-боксеры публично подвергаются насилию со стороны атлетов, которые ранее провалили гормональный тес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бокса. И по ее мнению, да и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о здравым смыслом, являются мужчинами. السيدة الآنسة إيمان خليف ولدت أنثى عاشت طفولتها بنتا يافعة。罗亚两个官员伫安理会是直接交锋，咱的外交部是大骂罗西亚是恶意在暗示林旭廷，想要用政治力来影响奥运的比赛。充分凸显俄罗斯无视国际规则及公理正义，意图以政治力影响奥运赛事，以及蛮横的恶劣本质。外交部予以最严厉的谴责。体育署是研究比赛了后，和选手、律师和国际奥会会上讨论，看怎采取对国际群众进一步提告。其实，伫国际群众初五开记者会，批判林旭廷的资格进前，中华奥会初时就委托律师向国际群众发出警告批，提起逼出选手个人的医疗文书和资讯。会影响选手的权益和声誉，嘛违反欧盟个人资料保护法，必要的时阵会去提告。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续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营养少子化，新北教育局为114学年开始，一个班学生的人数会为原底35个人减少一个班34个人。所以，公立的高中职招生的名额按算会减394个人，希望会当提升教学的品质。来看自由时报，台北南西中山商圈，还有赤峰商圈，有百多间店头强检举。台北市都发局原底讲，2020年了后开的店爱停业或者是改善。不过，昨天宣布讲，买当加入达管评点，不过要是爱罚6万块。过来看中国时报。日本宫崎外海发生7.1个大地震，日本气象厅发布海啸的警报，甲南海海潮地震临时警报。虽然咱台湾东部的地势海啸较无法度量悬，不过学者也是提出警示，若是发生超过规模9的大地震，花莲外海的琉球海沟嘛可能会发生海底的大地震。继续来关心昨昏伫高雄登记游乐区。因为上大雨，有大粒的石头全咧放落来，甲车路挡掉咧，目前车路是先封起来。因若进前凯美风台中南部是霜冻甲真热力，国军的汉光演习嘛先暂停，请国军赶紧先到救灾。昨昏总统赖清德去台南感谢这个协助救灾的阿兵哥。雨就向规片下来。这是高雄6区桃园区中间的登记国家森林游乐区，另外道路10公里的所在，因为最近落雨，造成不时落石落来。特别暗时5点外，土石大片规放落来，交通因此中断。林保署公告，车到95公乡远，赶紧来抢通。我们已经调度怪手进场，目前在清理当中。那目前的现场状况还是有持续落石以及起雾的情况。高雄车到透早落大雨，造成高山、红山拢发生，路的树啊倒去，还有3个骑机车的人因为路骨摔倒，受伤送医院。台南市早起也落大雨，真侪网友伫市长黄伟哲的面前，希望讲停班停课。不过早起8点了后，雨势已经渐渐落来。另外，总统赖清德也到台南为免凯美风台时，投入救灾海军192舰队、陆军39化学兵群加陆军203旅。特别要来跟大家致谢。凯米台风在全台湾造成灾情，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忙，
我相信县市政府一定会更加手忙脚乱。除了平时遇到天灾地变，或是有灾情我们投入，那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持续的训练，让我们的战力能够提升。另外，为了加速防灾了后，中建的工作，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举办南部防灾合作平台会议，包含农业部、公路局这单位，甚至 NCC、自来水公司跟台电拢加入讨论。我们整个团队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一些情资，那一起收集情资，那掌握讯息。南部中心讲，因应极端气候条件，希望整合甲运用多方的资源，建立防灾减灾应变的标准流程，减少灾害对人命和财产的威胁，并且减少民众灾后的惊吓。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在台中有一群差不多30岁少年人，因透过社会设计创造社会新的价值。因在台中的社会主体结合社会设计，举办文化活动。希望让更较侪人做伙来关心社会公共议题，建立双赢的居住环境。公司台语台青春日梦，今仔日暗时7点半，要带大家做伙来看这群少年人安怎用因的热情来改变社会。3期要咧起啦，1期、2期也好啊，所以当初是我咧。台中市太平区玉县段第3期的社会主体就要完工，1期至3期计共会当提供差不多978户主体单元。从2018年开始，台中市政府甲做社会设计团队合作，伫社会主体建立良好的居住文化。一般这个民众对政府这个态度，伫咱县主市这个气氛下骹吼，应该是无信任较大啦。所以我就咧想讲，是毋是爱有一个团体来做这个沟通的桥梁？阮这个社会主体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讲会当增加人甲人之间的交流。会当互大家住伫遮，会当互相帮忙甲支持。好伴的社会实验，嘛是去甲学校推广，甲学校合作，用16节社团课，带学生认识社会设计。亲像伫台中旧城区的绿空铁道，好伴团队都用户外教学的方式，来吸引少年人关心社会公共议题。我是希望这样的活动，就是能够培养孩子，我们在讨论的国际议题。其实是跟在地有相关的，一定要把国际教育跟在地学结合起来，对我们自己台湾人才有意义。透过行动实践，让愈来愈多少年人了解社会设计的目的，甚至是加入。亲像中华二林的正青文化工作室，甲台中石冈的毋仔厝，这些拢是受到好伴的影响，后来回乡做社会设计的少年人。这里是石冈的梅子屋，然后这是阿娇，然后是我们第8届的那个实习店长。当初想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播种，就是把更多的这些对社会的认识、关心，然后行动，散布到更多的年轻世代心中。今天其实是今年度的第1场来做，然后我自己都会最期待这个活动，因为它是办在一个平日。好伴用各种的方式投入社会设计，举办活动招更较侪少年人，目标就是想要串联人甲人之间的社群，做伙用行动来实践新的循环，做伙走向理想的未来。记者王德强、林新伟台中报道。伫法国的文化奥运台湾馆，有咱台湾的变装红袖尼菲亚配台湾的影像来演出，伊嘛大声发出台湾这2字。另外，伫现场嘛有真有台湾特色的布袋戏，也有 DJ 甲咱台湾也有法国的歌结合做伙，要用文化甲世界各国的人来交朋友。招牌金蕉黄的服装、影白的造型，装做一只大鸭。伊是台湾出名的变装皇后妮菲亚。文化奥运台湾馆妮菲亚用变装艺术搭配来自台湾的影像，让国外民众熟悉台湾，而且大声喊出台湾的名。Are we feeling fabulous? Are we feeling rainbow and gay? Let's put this out there. I know it says Chinese Taipei, but in my world it says Taiwan. 喊出台湾，台卡的一些民众也大声欢呼。文化部表示，文化奥运台湾馆上侪通入来1500人，妮菲亚的个人气和规个场地拢同客人。赶快把台湾文化带到巴黎，还有台北文化剧团。
因的布袋戏出描写一个美丽岛屿的西边有恶龙厝边，想要占领岛屿，岛民起身对抗的故事。它从传统长出来，可是它不断的创新，然后它面对这个时代跟世界的对话，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只有我们台湾人喜欢，而是世界的观众都能够欣赏。台湾出名歌手500的歌曲丁阿辉，也和 DJ 林耀王搭配法国歌曲伫台湾馆放送，台卡各国的观众也对你跳舞。我想让在巴黎的台湾人，或者是在巴黎的外国人，或者是巴黎人都会感受到我带来的音乐，所以我融合了法国跟台湾的音乐元素都在一起。因为我知道法国人最喜欢像 Daft Punk 这种很 disco 的东西，然后我就想哇，台湾有什么 disco 的东西？像伍佰，哇，伍佰就很 disco， 就很 disco。林耀王讲，台湾跟法国同款，拢是真自由的所在。伊透过放送两国多元风格的歌曲，希望用文化、用音乐互相交流，和文化奥运台湾馆维持一个大型摇滚 party 现场。记者君林玉凯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再来看外岛地区，28度至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